寡人將你视若瑰寶，絕不要一絲一毫的勉強。睡吧。王后近日胃口可没有前些日子好了。奴婢让膳房用野山鸡熬了肉粥，王后尝尝。大王至今都没有临幸芈月。王后，给我吧。小丫头，在动什么鬼心思啊？是不是趁着寡人喜欢你，想多求些恩宠？是，也不是。寡人恕你无罪，说来听听。芈月一心想抓住那个指使一群人袭击王后迎亲车队的主使，以大王的智谋，应当早已心里有数，为何迟遲不动手呢？你知道下棋最忌讳是什么吗？心急于攻，得子而不得势。要学会走一步看十步，牽一髮而動全身。寡人答應過你，定不會讓那人逍遙法外。但此刻一招疏忽，就可能壞了寡人的全局。行了，說說別的吧。大王想說什麼？還是你的子歇。今日不說他了。為何？我想說的子歇都已經說完了。當真？過去提起子歇，這胸口總是滿滿的。如今倒是覺得空了。那好吧，我們就各自歇息。快清明了，明日一早，寡人要帶你去個地方。知道你在山崖邊給黃公子建了土墳。前不久，寡人讓母監把墳遷到這兒來，也好方便你時時祭拜。你放心，
裡面的東西沒有丟失。當初黃公子定把此物看作瑰寶，寡人也同樣珍視。既然心目已建好，還是由你把這東西放到墓穴裡去吧。子邪，大王給你修了新墓，以後我年年都可以來看你。